好啦，生命舞動2026社區關愛巡迴綜藝表演嘅第二場嘅第二個環節，好啦，而家下半場開始。咁而家我哋咧首先請業餘中國舞蹈推廣中心何秀霞老師同埋周文輝老師為我哋演出嘅程序黃土坡，有請周老師、何老師，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OK 啊，OK， 好，呢度濕濕水啫，係啊，當然。嘅掌聲，多謝周老師同埋何老師嘅精彩演出。